今仔继续来看台铁响应着中央防疫的措施，甲车站内底椅仔拆掉了。这是伫高雄的新左营站，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，这个车站内底一排一排的椅仔，中的位拢来拍车啊，也则是打告示，互民众隔开来坐。实施几啊讲了后，效果无好，所以站长决定，甲原本一排有8位的座位，甲拆甲剩2位。有袂少的网友学了讲，这是真有创意的超前部署。原本台铁要保持乘客间的距离，就在座位上面画叉叉，不过效果并不好。新左营站就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干脆就把椅子拆开来。工作人员拆螺丝，中的2个椅仔真紧就拆走，然后新左营站的大厅就对2排8位变成1排2个位，不会就是坐太近会有口沫传染。安尼一来，安那坐拢会当保持安全的距离。新左营站最近拆掉站内大约2/3的椅仔。我们贴了之后，旅客还是坐上去，然后我们去跟他劝说，会跟旅客起冲突，不生其扰。其他的车站像安尼利用拍车记号，或者大告示提醒民众，个效果无好。实际观察单车的民众依然靠真近。除了座位内面的电梯嘛有伫涂骹画十字，即摆只会当坐4个人，代替各车站的防疫措施，做法无完全相像。考虑到新左营车站是连接高铁转运车站，人较多，采用拆椅的做法，嘛普遍得到民众的认同。毕竟防疫期间保持距离真重要。